各位老假期嘅觀眾，大家好！依家好多香港人都中意返深圳消費，去到水匯或者各類娛樂場所玩得高興，覺得同個技師啱傾，好多時都會加埋對方嘅微信，方便下次去之前預約留人。不過大家覺唔覺，其實加咗技師微信，仲有一個好大嘅附帶好處，就係人哋個微信朋友圈，成日都有好多極之精彩，甚至令人啼笑皆非嘅趣味嘢睇。最近老小編睇微信朋友圈時，見到有個港客被技師公審，原來係有個香港阿叔喺人哋度沉船，諗住大獻殷勤送禮物俾個年輕女技師，點知佢送嘅禮物同埋個段對話真係奇特到連個技師都忍唔住貼出嚟，甚至有人問點解要送泡麵？依家係咪饑荒咩？其實呢個搞笑事件背後，正好反映出依家好多上咗年紀或者單身寡佬嘅香港男人北上深圳消費嘅一種特殊生態。有啲人喺度送杯麵，亦有啲人甚至願意使成8000蚊去買一啲所謂桌球助教嘅鐘，只係為咗約個女仔出街食餐飯，咩都冇做就話揾翻初戀嘅感覺。今日老小編就直接幫大家全方位拆解呢個最新嘅朋友圈杯麵沉船事件到底有幾荒謬，而喺呢啲大手筆嘥錢嘅背後，究竟呢班中年港佬喺內地尋求緊啲咩精神寄託同情緒價值？正式開始之前，先嚟個廣告時間。睇緊呢條片嘅大家，可能揾緊北上玩樂資訊攻略，成日去玩或者經常出征嘅你，有冇試過狀態唔好，好易放煙花，又或者需要上陣時提唔起勁，唔想有尷尬情況，或者想提升表現，記得選用力神50倍濃縮秘魯黑馬卡。力神品牌係香港男士保健品專家，呢一款係市場濃縮度最 top。老小編真人實試過，只係食咗一盒，1個月未到就已經精神滿滿，瞓得好好，好有活力慾望，做起事上嚟都特別有耐力。食夠3個月就連身體個底都打好埋。推薦俾睇到呢條片成日都需要用嘅你，有咗佢可以幫你加強機能，表現發揮都好啲。而家香港萬寧仲做緊限時2盒9折優惠，好多觀眾朋友都話試過有用，優惠做到7月8號就完。趁今次有優惠，記得落樓下萬寧買力神50倍濃縮秘魯黑馬卡。萬寧有售，認住力神呢個名就得，千祈唔好俾啲阿姐講兩句就揀錯隔離。好啦，我哋即刻嚟拆解呢個尷尬禮物。話說呢個熱門水匯嘅女技師最近喺佢嘅朋友圈貼出咗張相，有唔同款式嘅日本同埋韓國泡麵，每個泡麵仲有貼紙寫咗唔同嘅食用方法。原來有一個成日幫襯沉晒船嘅港熟客阿叔，為咗對佢大獻殷勤表達心意，竟然唔係送花，唔係送化妝品，更加唔係送名牌包包或者 iPhone， 而係買咗幾款唔同口味嘅泡麵，特登人肉快遞送去水匯俾佢。唔知係咪驚技師餓親？最精彩嘅係佢哋之間嘅對話，更加突顯到唔少沉船客其實都好 cam， 喺度情緒勒索。原來我一點都不重要。其實喺技師眼中，佢都微信加咗好幾十個人，分分鐘回覆嘅係客服經理，而唔係佢真人。喺佢眼中，你係邊個都可能唔記得咗。好多阿叔完全活喺自己嘅幻想世界入面，覺得自己送嘅唔係幾蚊嘅公仔麵，而係好似送緊幾十萬嘅愛馬仕包包一樣。呢個故事雖然好笑，但同時亦都非常之寫實。好多上咗年紀或者單身嘅香港男人，因為喺香港生活好枯燥、好寂寞，好不容易喺深圳遇到一個對佢溫柔體貼、噓寒問暖嘅年輕女技師，佢哋好快就會失去理智，沉晒船。但因為佢哋本身可能冇咩錢，或者消費觀念比較保守，所以先會諗出送公仔麵呢種自以為好實用、好貼心，但喺女仔眼中奇特到極點嘅送禮奇招。不過送杯麵雖然嘥錢唔多，頂多算個笑話，但喺深圳嘅另一啲娛樂圈子入面，有啲中年人為咗追求一種感覺，付出嘅代價就真係大得多。我哋下一段即刻幫大家拆解另一個驚人嘅現象，使成8000蚊買中藥桌球助教純食飯嘅慘況。如果話送公仔麵只係一個搞笑嘅無傷大雅插曲，咁最近喺深圳盛行嘅另一種隱蔽消費，就真正體現到咩叫一擲千金，只求紅顏一笑。依家喺內地，除咗水匯，仲好流行一種叫桌球助教嘅娛樂項目。呢啲女助教通常都非常年輕，顏值極高，名義上係陪你打桌球，教你切磋球技，但實際上提供嘅一樣係高濃度嘅情緒價值。最近就有一個相當震撼嘅個案，有位香港阿叔因為太沉迷其中一位年輕嘅桌球女助教，為咗可以單獨約對方出街享受二人世界，佢竟然一口氣使咗成8000蚊人民幣去買足對方嘅出場鐘。8000蚊喺好多人眼中出到嚟，起碼要有啲親密嘅互動或者深層次舒壓吧。點知結果出到嚟，兩個人真係純粹喺度食餐飯，行下街，手都冇得拖。個女仔甚至連安全距離都保持得好足，完全係相敬如賓。身邊好多清醒嘅朋友聽到都紛紛搖頭，覺得呢個阿叔真係好傻，簡直係嘥錢嘥到極點。覺得人哋當你係水魚傻仔，8000蚊食一餐飯，喺香港去食頂級廚師發辦都得啦。但呢位阿叔自己嘅回應卻道出咗無數單身中年港佬最核心、最無奈嘅暗黑精神內幕。佢話：你哋覺得我嘥錢，但你哋根本唔明白，我喺度用8000蚊買翻嚟嘅係我失落咗幾十年，成世人都未再感受過嘅初戀感覺啊！大佬，呢句說話聽落去真係有少少辛酸。呢班上咗年紀或者長期單身嘅香港男人，平日喺香港可能只係一個營營役役，冇人關心，走喺街上都冇人會睇多一眼嘅普通大叔。現實生活或者家庭入面得唔到任何溫暖，每日只有沉悶同壓抑。但喺深圳，當佢使咗錢，嗰啲20幾歲青春無敵嘅女助教、女技師會用最崇拜嘅眼神望住佢，會聽佢訴苦，會溫柔體貼地
叫佢一聲哥哥。喺嗰個特定嘅時間入面，佢唔再係個失敗嘅阿叔，佢變翻一個有魅力、有能力嘅熱血青年。呢種心理上嘅巨大滿足感同被需要嘅感覺，就係佢哋情願沉船、情願嘥錢都要追求嘅心靈鴉片。只不過呢種用金錢堆砌出嚟嘅溫柔鄉背後，究竟隱藏咗啲咩殘酷嘅真相？我哋下一段即刻幫大家做埋最後總結，同埋睇下點樣防範被利用。講到呢度，老小編真係非常有感觸。無論係送公仔麵嘅沉船阿叔，定係願意使成8000蚊買鐘，淨係同桌球助教食餐飯、行下街嘅痴情師兄，佢哋背後代表住嘅都係同一種無奈，就係寂寞。呢個亦都係點解依家內地無論係水會、彩意店定係桌球室，都越嚟越將重點擺喺情緒價值呢4個字上面，因為佢哋非常之清楚，對於一班有少少積蓄但喺現實生活入面極度缺乏關懷嘅香港大叔嚟講，溫柔鄉往往比任何硬件設施更加致命。不過老小編最後亦都要同所有核心兄弟講一句真心話，幫大家打支強心針。金錢堆砌出嚟嘅溫柔，始終都係一場有合約期限嘅商業交易。你喺呢度使錢，人哋對你噓寒問暖、崇拜你、聽你訴苦，全因為你係佢哋嘅尊貴客戶。只要你個中一元，只要你一卡唔再充值，呢個所謂嘅初戀感覺就會好似灰姑娘嘅魔法咁，1到12點就即刻煙消雲散。人哋轉個頭，一樣可以對住第二個客戶叫一聲哥哥。如果你分唔清虛幻同現實，沉船沉得太深，輕則好似送杯麵咁，變成人哋朋友圈嘅笑話，重則分分鐘將自己份長俸、棺材本或者辛辛苦苦揼落嘅司機錢，全部填晒落呢個無底深潭入面，到時就真係後悔莫及。北上消費，尋求放鬆，最緊要保持4個字：清醒消費。我哋可以用精明嘅眼光去享受人哋提供嘅頂級服務同情緒價值，放鬆完身心，充完電就要拍拍屁股，清醒地返回現實世界，將人哋當成生意拍檔，千祈唔好投放過多嘅真實情感，咁樣你先可以喺大灣區嘅夜生活入面立於不敗之地，玩得瀟灑又安全。唔知道各位大佬睇完今日呢集關於港佬送杯麵、沉船同埋8000蚊買桌球助教初戀嘅故事，你哋又有咩感受呢？如果俾你哋揀，你哋又會唔會願意使一筆錢，純粹去買幾小時嘅精神寄託同情緒價值呢？歡迎大家喺下面嘅留言區一齊圍爐理性討論，分享你哋嘅見解。今日呢集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我哋仲有一個老假期會員頻道，製作咗一系列唔方便公開嘅資訊清單。想知邊間復古溝按得到位，4間值得去嘅堂式彩意店，珠海 Top 3值得去嘅名單，羅湖福田 Top 10水匯名單，仲有邊幾間水匯可以大堂放煙花？可以加入會員頻道，只係一個 locker 仔嘅小費，或者一餐宵夜嘅價錢，就可以換一個唔套氣嘅週末，避開啲錢陷阱，絕對抵翻。祝大家北上玩得開心，精明消費，出入平安。我哋下集見，拜拜。